大家好，歡迎收睇11月5號星期三晚上嘅夜馬賽事。今日喺跑馬地馬場咧就安排咗9場賽事嘅，有最短途嘅1000米，亦都有最長途嘅2200米嘅。咁啱啱見到咧兩位女將啊，杜婉欣同埋阿黃寶妮咧就行緊地嘅。咁啊睇翻呢一個場地先啦，我哋今日用私家3欄啦，闊度就19.5米嘅。咁啊睇翻啲數據咧，中碟內碟頭馬係一樣嘅26 win， 咁啊外碟20 win 唔係少好多嘅啫。上名大家都好接近嘅，內碟43次上名，中間就57次上名，外碟咧都有44次嘅。如果睇呢啲數字嘅分佈咧，咁啊場地嘅偏差就唔太大嘅。咁啊睇低現時嘅場地掛牌啊，我哋嘅草地咧就掛緊好地牌。我睇埋個跑道灑水嘅狀況啦，咁啊過去24小時就冇落過雨啦，過去一個星期咧就落過微量嘅雨嘅。咁啊見到星期4嘅時候咧，上個星期有灑18分鐘水啦，一路每天都有灑嘅。咁琴日星期2咧亦都灑過18分鐘水嘅。跑道全區域咧係今朝11點半嘅時候灑過水8分鐘啦。咁啊因為咧促進呢個冬草生長，今日咧係唔會壓地嘅。我哋嘅草地場地測計儀指數係2.72。風向方面，而家就吹緊每小時3公里嘅西北風。咁啊，睇睇今晚嘅騎師王啦。咁啊，頭先 Alex 都有提到啦，女將杜婉欣啊，今晚就再次喺香港上陣啦。咁啊，大家都見到佢啦，都係騎師王上面嘅。睇翻前邊啊，咁啊潘頓啦，今晚呢雖然就係得6匹嘅坐騎啊，不過開飛都好熱，1.7倍，進一步落到嚟1.65倍添。2號嘅就布文啊，佢有5匹嘅坐騎啦，佢又騰飛嘅，騰到上去8倍。3號嘅霍宏星啦，其實都係近排啦成績枕住都係好嘅騎師啊，佢開飛7倍嘅，不過都騰到8.5倍。4號田泰安落啲啦，7.5倍落到7倍嘅。杜婉欣今日嘅5號騎師，佢14倍落到去9倍，話咁晚呢，佢有7匹嘅支持嘅。咁啊繼續數落去啦，其實見到啲半眼騎師都有調整下嘅，包括就梁家俊啦，25倍落到22倍啊。咁啊見到佢其實黃寶妮啦，咁佢都係啦，今晚啦已經繼續可以喺谷草度跑噶嘛，不過呢，佢就比較冷啲嘅啦，回到上去100倍嘅。連馬師王方面呢，見到開飛1號呢就希斯喎，咁啊希斯開飛2.65倍落到嚟2.5倍嘅，咁啊2號就伍鵬志啦，4.75倍落到4.25倍啊，3號輝哥姚本輝就企住6倍嘅，見到4號就羅富全15倍落嚟11倍有輕微嘅調整，數落去見到文家良開飛18倍，一彈啊彈翻上去30倍喎嚇，咁啊呢一版呢落飛嘅連馬師都唔多啦。後邊呢版嘅練馬師呢都係比較冷啲嘅啦，咁啊至於今晚其他練馬師呢個選項呢，就35倍啊現時。咁啊提提大家啦，今晚3T 係有多寶嘅，估計10蚊一注獨中派彩高達800萬，3T 場次喺5、6、7場。